嗨，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叶宜珍叶宜珍，我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上届主亲的交通委员。所有的酒驾新制都是我们制定的。今天呢，我就是要推广，要让大家了解什么是酒驾新制。对我来，咱今仔日来到我的第一选区新营民治派出所，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新的酒驾新制。来，一起来。嗨，你好。委员你好，什么有空莅临本所？今仔日哈，主要是带着观众朋友一起要来推广，让观众知道什么是酒驾新制哈。是啊，另外哈，我做好奇啦哈，恁的酒测是安怎分啦？迄吼，迄个机器哦是会准未啊？哈，会准，我拢有检验过。我今麦带来参观哈，来了解哈，欢迎观众可以了解什么安怎分啦？委员跟你介绍那个警察在执行上哈，有关那个取缔酒驾哈的一些配备。然后这个功用有没有？如果有喝酒的话，它就会反应，就会闪红光。是。那我操作给委员看啊，然后这个有关这个简易测试棒，就是说，等一下，署长，阿北本只要车子里面有酒精，它就会亮灯哦。没办法，一定要开机。一定要开机。当然是要开机。对啊，如果没开机的话，它底没功能。开机了以后，是。我也袂本，你安尼入入去车内，就知影讲内底有酒味哦。对，伊就要把气送进这个洞里面啊。原来机关这边有一个洞，机关在这里。如果送进这个洞里面，打开看看。好，然后现在我已经打开了，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里没有酒味，所以它不会亮灯。所以我先测试我自己，我本身我现在没有喝酒的状况之下有没有？我会给他请驾驶人那个吹气看看，请吹气然后吹气送进去里面，它就会侦测，它就会显示那个无酒精的反应，就代表那我们请委员来示范一下来测试一下。请吹气。委员也没有酒精的反应，所以代表我连这回来都没吃烧酒。安尼哦。都没有。如果今天我们两个其中任何一个，如果有人有喝酒，你的口腔里面绝对会含有酒精成分。你只要把气送进这个洞里面这个孔里面，绝对会有那个闪红灯，甚至它里面的那个图表就会显示说，你有喝酒了。你有喝酒？署长，我真的以为这一根是那个交通指挥棒。不是。右转，左转。不是。不可以走。我以为呢。而且这支简易测试棒有没有？它的精准度非常高，非常敏感。真的。对，只要麦公你直接喝酒，就算你喝那个烧酒鸡有你吃的烧酒鸡含有酒精类，酒波有你只要吹气，它就会有反应的。然后假如说有酒精反应的时候，我们警方会立即来告知你要进行酒测的部分，那可能就会用到这一台仪器，然后这一台仪器它的测试有没有？只要你这个我就觉得很像了，很像了。然后这个对，然后这个测试有没有一样？要经由干净的吹管有没有？然后套进去然后就由那个受测人有没有就把气持续送进里面，然后它就会显示说你里面别浪费了，不要浪费，对，这种是这种民对，然后而且都是干净的沥嘴，然后我安尼，把气送进去，持续送进去，这个真正稳呐哈，然后它就会，假如说你有喝酒的话，它就会呈现跑出它的数据。这可以开看吗？可以，这个开。有电吗？有电有电。我来，你看一下，是这样好，有电，然后它会怎样？然后你把气吹进去的时候，吹进去以后，然后如果你有喝酒，它就会显示你含酒精成分有多少。假如说是现在多少爱量？这个如果是0.18以上到0.24，要开单告发。
0.18到0.24，对0.18到0.24，很重要哦，很重要。0.18到0.24。啊，0.17以下有没有？就是劝导。啊，原则上有没有？还是最好就是尽量0啦。对，最好就是0。啊，人讲的吼，人讲那个人生的道路有哦，百条有哦，那个千万唔通选择哦，那个酒驾这一条。千万唔通。即摆委员，阮今日有无吼？大家拢会请教。我等下有迄个东叔，所内勤前教育，啊，麻烦阮迄个委员有无，和阮共同有无吼，来阮指导一下，好，我来看恁安怎执行，安怎行前教育，我也需要教育一下。好，来大家一起来哈，好，来 ，Let's go。各位同仁，大家好哦。现在是我们派出所勤前教育的时间哈。有关等一下同仁要执行线上巡逻还有取缔酒驾请勿有没有？要牢记原则上如果遇到单纯的交通违规我们不要去追以那个前日那个汐止分局发生一件就是严谨那个追单纯的那个疑似那个交通违规或是疑似酒驾的情形造成说那位同仁不幸来身故重伤然后这个让那个警界留下很大的遗憾然后我们的署长也三令五申对，就是那个有关这个案例一定要跟同仁提醒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那个交通违规有没有？我们不要强行去拦查不要强行去拦查尤其对那种拦查不停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举例我们可以通报线上那个其他警网来协助然后或是说记起对方的车牌事后对他不无稽查的部分来告发。今天呢，因为我是立法院的交通委员我先要感谢我们人民保姆警察来保护人民的安全但是从汐止这个案子呢，我真的要拜托各位警察朋友，很感谢你们，就是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你要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当然你要先让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们在执行勤务的时候，第一要件就让自己一定是安全的，不要让自己暴露在危险的状态比如说，拄才咱有讲到讲酒驾拒测要去照那可恶，所以我们修法就把这个加重它的罚则因为伊安尼硬冲可能造成我们执勤人员的危险还是其他人的危险，所以这个案子我也特别要再一次的代表我们修法的单位跟我们现在算执政党跟行政部门，谢谢你们的辛苦，感谢你们的辛苦，但是也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执行勤务有没有？也是我们一直在耳提面命就是一定要落实3安的要求何谓3安？哪3安？就是案件的安全。还有自身的安全，自己的安全，还有那个当事人，包含被告、嫌犯的安全，人民的安全，对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那个3令5申在讲的要落实那个案件3安的安全很重要所以要谨记在心让自己更安全才有更大的力量去维护这个社会。然后那个重点因为派出所那个严谨有比较年轻的，也有比较资深的年轻的，也有比较资深的然后大家巡逻的时候那个年轻的要听那个资深的，然后资深也要提醒年轻的就互相提醒了在执行上就是时时互相提醒安全以安全为出发然后才能够有更好的成效谢谢。很好年轻的2个资深的3个你家你算年轻资深的也有中青代感谢委员今天的莅临
也参教我们就连那个勤前教育班同仁提醒那个执勤的安全的概念那现在我们勤委员在帮我们在指导，是。谢谢所长谢谢明志派出所的同仁在那里我主要是带着咱的观众朋友来宣导我们的酒驾新制也顺便很好奇来看一看你们执行酒驾的这个仪器啦安怎分机器有准吗真的非常感谢，也要代表人民来谢谢警察人民的保姆平常跟我相像我今仔做这个工作嘛是，无论是新制的修法还是执行定法各种，都是希望能够保护人民。你们也一样你们是人民的保姆，你们无论在执行勤务还是在各种工作，都是为了保护人民。跟我相像，拢是要保护人民谢谢今天明志派出所带我们来了解这样，我们一起来保护人民。保护人民。大家好，我是蔡旺全，今天特别带大家一起来体会我们平衡车。那今天我特别把我们家的小白一起请他过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平衡车是长什么样子，那它有什么好处。那么呢，它同时平常也陪伴着我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跑行程的时候，我需要用得到它，车停远一点节能省碳，我就可以不用说跑步啦，我们就是坐着平衡车，踏着它，这样子一路像那种三太子，记得开红飞轮呢，咻，马上就到了但是记得不要上马路，只能在这个公园或者是人行道。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平衡车，其实我也是在1年多前才学会当时我是觉得说，有这么好的东西，节能省碳，那这个是充电，一次充完可以骑这个30-40公里这么好的这个平衡独轮，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会那我就上网去看，我发觉很多年轻人都会那他们为什么会不会？我马上就开始自己练习，我这个没有老师教，我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那么我就是拿着栏杆，依着栏杆这样子练，前后练，终于让我体验出来了3天。其实应该一般人是3个小时我必须要3天才体会到它的独特。其实它既然叫做平衡车，那它的重点就在哪里？平衡。你只要想象拿着一个竹竿，然后在那个走钢索的人这样拿着平衡，这样子平衡，你把手张开，你就会骑了。你会骑脚踏车，你就会平衡车，它真的是好东西需要大家一起来体会那么要不要来看一下 ？Let's go！ 现在我教大家怎么样在安全的地方来练习独轮车。那么呢，首先你要记得不要在家里面练习，因为呢，当它倒下来旋转的力量是很大的，它会把你们家的家具给破坏第二，切记。第二的话，你要在外面的公园、公共的空间，你可以找到栏杆，或是跟我们这边大概自己身高位置一样高的腰部这个地方的矮墙，那你就可以开始练习。那首先第一步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你一脚先踏在这个踏板上，一脚就好了那你的手呢，你的右手扶在这个栏杆或者是矮墙上。那你自己会骑脚踏车，对不对？脚踏车你也是，当跳上来的瞬间就是你用最快的大概1秒钟的时间，咻就跳上来。大家看好右手扶着，然后下一步呢跳上来，跳那一般来讲，没有练过独轮车的他会怕跳上来之后他不敢动不敢动。那这时候呢，你怎么踏开你的第一步？你轻轻的把身体往前倾，就是重心往前倾，轻轻的往前倾，那它就会往前动，那你就会害怕怎么办？所以你必须要扶着，最好是有栏杆有栏杆你可以抓着，然后轻轻的扶着往前。那重心再往后，你就轻轻的往后，手扶着，你就是
前后一直做这个动作，重复的做，这样子做，如此的做，啊，不用贪急贪快。我大概练3天练好，你们大概3个小时就会了。不过我练了3天，是1天只练20分钟好。所以当你这样扶着，慢慢进一步一直扶着，你就可以一直往前进，手扶着，哦，这样就很轻松。好，那最后呢，等到你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要收割收成了哈。当你体会那个钢索人哈，把手张开，这样子。手张开就是平衡，那你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第2步了哈。那所以呢，今天教大家这个体验这个独轮车，也顺便教大家怎么骑独轮车。如果你家里有独轮车呢，记得一定要来训练自己，好好的训练自己一下，不但可以让你的身心灵提升哦，让你的意志力集中哈，让你的肌耐力、腰力、平衡力全部都加强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小白它的构造，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哦。我很轻松的推着它走，其实呢，我的手跟我的脚一样，也是平衡的。力量往前，它就往前；往后就往后。重心往前，它就往前；重心往后就往后。当它平衡的时候，它就刹车，那就非常的奇妙。这个部分呢是它的踏垫，就是让你们脚可以踏在上面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开关，再打开。那要经过几秒钟，它里面有一个平衡器，可以让它平衡这个整个机子。那这个部分，这是软垫，可以保护我们的双脚内侧。那呢，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满身伤痕的小白哈，因为这是大家看到这个地方，这是我训练过程所造成的哈。这是它的尾巴。那平常这个尾巴有什么好处呢？是我们可以提着它跑，提着它过马路，我们提着的，那现在没有尾巴怎么办呢？我只好弯着腰，也可以，不错啦，可以训练我们的腰力。弯着腰，比如说呢，它非常有弹性哦，比如说我扶着尾巴，然后我只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推着它走。对，为什么一定要过马路呢？因为安全为要哈，这个呼吁大家，因为现在法令未通过，所以不能上马路。过马路一定要用走的哦，好像散步一样，非常的轻巧哈。好，那这个地方是充电器，我们把它关掉。这是充电器，充电器的话，它充一次充饱可以骑40公里，而且这个活动呢，不是只有年轻人可以哦。其实我觉得，只要你会不会骑脚踏车，会不会骑摩托车，会嘛，对不对？那你就会骑独轮车，不用担心。这个50岁阿公嘛，像骑啦，只要你敢因为但是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不怕摔倒。其实我的脚，我很多地方都有伤，不过还好，你要懂得自己保护自己，这个伤是不会很大的那只要你自己有意志力，一定可以把它练成那我们就上路吧这个只要我们的身体重心往前，它就会往前。当重心往后的时候，一平衡它就停下来了。然后你可以学习绕圈圈。对了，为了训练你的脚的适应力跟操控力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动作，无论是左脚右脚，先用这个部分，先往前，脚板往前踏，重心往前，往后就往后，绕圆圈，绕圆圈绕久了，你就会操控了。这是慢速的独轮车，也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那我跟大家说一个秘诀。独轮车呢，最重要的除了平衡以外，就是你的大脑必须集中，意志力要集中。当你意志力不集中或是精神散漫的时候，独轮车是骑不了的，保证你摔得四脚朝天。有没有听过古代天人合一啊？跟大自然合在一起。那在日本有武士刀啊，在中国什么的那个什么剑啊，都是讲求那种，当你跟一种技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小白，小白就是你啦，但是不会汪汪叫的小白，要记得当你跟他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他，他就是你所以呢，你的意志力是集中的，那么你就可以呢，城池四海，这个大地任你遨游啊。
大家跟着我一日的独轮车、平衡车的体验，大家觉得如何啊？那个有没有这个看了之后你自己也跟着流汗了呢？哦，这样子的操练下来，其实让你的脑力、肌耐力你的腿力都增加很多，还有你的平衡力，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意志力。当你意志力可以集中，你可以把平衡车驾驭得很好。当你精神不好的时候、散漫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更应该骑独轮车。为什么？因为保证你会摔倒，你摔倒你就会痛，你就知道精神要集中这样卡打掐赶快。你打精神不集中，你会从车上翻下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平衡车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国内的法律也能够赶快的立法，赶快的去推动保障让大家也能够多一点人去利用平衡车，那注意平衡车的安全，然后大家互相的去体会，又可以节能省碳大家很简单的概念就好了啊。你呢，一个人驾着4轮车上路比较环保，还是一个人驾1轮的比较环保那当然是1轮的啊，轻松自在又省钱，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那所以在体验完独轮车之后，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很多的感想大家看着我抱着这个小白有没有觉得很轻松啊？其实它13公斤重，还蛮重的重有它的好处，它代表它的基本比较稳那但是呢你也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那所以在这边大家跟着我一起独轮车一起练习，记得要练习大家一起来独轮车站。